有民众正月初五去家己东少食这烘蚵仔，超过20个人食了到地，拢身体无爽快。当事人怀疑讲可能是一寡蚵仔无青，不过卫生局派人去稽查了后，认为业者无重大缺失，敢若实在无看惯尔，已经要求因限期改善。卫生局人员稽查这间店内灶骹，因为接到民众反映，讲伫遮食饭有食烘青蚵仔，等去厝佫是腹肚疼落屎。民众伫个面册讲到，正月初五迄天伫嘉义县东洲食烘蚵仔食到饱，食到腹肚疼落屎。另外下面老位所在也有网友讲，拢是刚刚到一间店，食饭了后出现身体不爽快。我们就是情人节那一天早上都没有在一起，就只有集合到6点到烤科吃烤科，然后吃完之后就各自解散，也没有续台就回家了。那我们有什么东西会再吃一样的？然后怎么可能会一起集体拉肚子、腹泻、发烧，还吐，还挂急诊？我是觉得应该是他的东西不新鲜吧，应该是那个蚵仔中毒这样。加有超过20人，陆陆续续出现落吐瀉，规身躯酸痛才症状，甚至有人挂急诊住院。虽然因为讲店头实在无青，实体是无中毒，也毋过业者解释，人家可能因为叶仔青的甲熟的物件难得用，也是讲食过量，才引起这个胃肠无爽快情形。都会宣导跟他们说，麻烦就是蚵仔尽量要烤熟一点再吃。那也东西好吃，但是就是同样的东西吃太多过量，也会对你的肠胃造成负担。过年期间有1-2件的一个零星案件是有吃坏肚子的一个状况，那我们卫生局都有马上去做一个查核。可能食歹腹肚，这烘蚵仔店标出风波了后，利益是正常休假无营业。因为嘉义县卫生局是派人来稽查，无发现重大缺失，只有实在无看惯这情况，已经要求限期来改善。也讲只敢若知道无几个个案通报身体无爽快，也无达到下令停业的标准。如果说是拉肚子的话，我们要考虑的是会不会是这个海鲜就不新鲜，没有清洗干净，造成上面的生菌数残留过多。那可能烤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消毒干净。屏东东港进前才发现讲，一间食到饱的青蛙店，食饭的民众敢若嘛是食物中毒，就家己当少有民众食烘蚵仔，敢若食出问题，就算详细原因也等待调查。不过医师也提醒，若是青蛙无烘熟、洗无清气，也搁放伤久，拢可能会产生这细菌也是毒素，这都千万唔通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